继续来看呢，是新北市铁西线区路行中亚节嘅，总共有43人参选，分别系国民党嘅李凤君、民进党嘅林淑水、政党嘅林立勇，同强保免费连线嘅倡议者。当然，亲属注意嘅系国民党嘅李凤君同民进党林淑水，被抽到从客家选票，客家西龙李凤君由客家后援会，也因成为继续支持新庄区客家社团嘅发展。林淑水也讲，当选呢为希望发展新庄区嘅客家文化。国民党新北市铁西线区第2号选人李凤君向蔡从8万嘅民众应承，希望顺势连任，将会实现家调嘅希望，继续为新庄区打拼，为到抢攻客家选票。系客家西龙嘅李凤君成立客家后援会，天数新庄区传承客家文化。让这些客家人尽量出来，然后大家尽量互动，我们想办法，然后从公务部门，然后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能够有这些互动，能够做得更顺畅。西藏在係艺人啊，在係立委嚟講嚇，唯一佢對客家為成立客家後援會嘅人員嚇，就講佢對呢客家有相當嘅重視啊樣。上年天上拍定係2號李慧玲老師嘅夫妻。熱情嘅老大嘅鄉親握手，民進黨新北市鐵西線區候選人林淑水行入新莊區市委市場，希望客家集群選民。林淑水講，未來係講順勢當選，將會向中央同地方爭取經費，促進新莊區客家文化發展。我覺得在新莊客家鄉親最關切的，就是他們的文化活動。就這一方面呢，那我認為將來中央部會在文化活動上面應當給全國不只是新莊客家鄉親有更多的支持。2008年第7屆立委選舉時節，該當時國民黨李鳳君爭贏民進黨嘅500七千票，劉陽喺新莊區有一度嘅基本支持者，也把又推出同有名嘅民進黨太老林淑水參選新莊區立委。誰知道鐵西選區嘅選情緊張，李鳳君打出政績牌，新莊策運嚴密切完成通車，行卡變做幾重要嘅成績。這個分段通車也是我想出來的方案。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我們的新莊捷運還要在3年以後才能通車。我讓它提早3年通車，那我想這個才是市民要見的，這才是立委要做的事啊。那我知道李鴻鈞開了很多支票，都跳票了，那他的開的年限都沒有辦法兌現。我會在當選以後呢，非常堅定的監督我們的這個交通部門，使我們的捷運至少1年能夠通車1條。林淑水用政見跳票，質疑李鳳君從政能力。李鳳君係希望林淑水提出具體政見。選舉還是大家拿出政策啦，拿出政績。比方說中港大排、新莊捷運、機場捷運，這些都是我做到了嘛。那這些都是對新莊來講是最重大的建設，而且每一項都是中央來的建設。新莊的未來的前瞻，它將來應當要發展成60-70萬的人口這樣的一個都市。整個新北市啊，你自然新莊既然數一數二的差，你應當警治署就地到治安最差的地方來坐鎮，改善我們的這個治安。民進黨立委林淑水雖然本人講係空降嘅人員，不過佢上網只有幾層，新莊區75里行透透，希望大王安內來集勸選民。李鳳君用佢哋新莊區從政10年嘅經歷，牢記為民服務嘅成績，希望再個得到選民嘅支持，爭取連任。客新聞彭建路、王小康、王子涵，新北市報道。